台中市的警方抓到一个越南的移工，伫阿泰创意技术学院已经拍远的学生宿舍咧种大麻。另外，伫咧台中的潭子有一个查甫人食毒，一年来防抓到10届，而且伫咧假释的期间，还佫继续伫咧食毒，拢无咧信道。因阿母是气一个，规去报警察，叫警察甲抓去关。远景活动移民所的官员来到这个无伫用的透天厝，暗过内底毋但有小型的温室，通风甲烘搭设备拢有。原来是这个姓陈的越南移工，甲这个所在改造种大麻的农场。他利用网络取得种植技术，还有大麻种子，能够潜入新竹一栋废弃的建筑内，弄出一个大麻的农场。本来这是已经停办的阿台创意技术学院的学生宿舍，因为伫个新竹甲苗栗甲界山区比较较严格，姓陈的移工认为会当闪过查缉，才伫遮种大麻。姓陈的移工上阵来台湾工作的共乡的人真济，想讲会当伫台湾大赚一笔，无想到已经互警方锁定，伫现场敲出772克的大麻成品，也有大麻籽甲大麻肠。警方以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送办。啊，那伫台中的潭子是有一个伤心的妈妈，爱警方赶紧甲后生抓入去监狱。就是要给他进去，不乖就是要进去，不配合就是要进去。在与杜贤同住的妈妈，因长期遭受儿子及友人自家中骚扰、讨钱购毒，不堪其扰。原来台中一个住伫潭子姓杜的查甫人，今年已经互警方以毒品罪查到10届，毋过假释期间也是无法度戒毒。伊妈妈不忍后生染毒，报警通知警方后生的形影，甲警方合作抓人，专案嘛依照毒品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